监察院伫昨昏公布一控制数大选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现金的收入含支出，上侪的是赖清德和萧美琴，收入含支出拢超过5亿；上少的是侯友宜和赵少康，敢若收到2亿，支出要挖2亿。也若郭文哲和吴欣盈的政治现金剩上侪，开刷了后剩6000多万。我们守住了民主，也守住了胜利，对不对？第16任总统副总统选举由民进党赖萧培胜选，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发表当选感言，回顾这场选举，那日白拢步数进展。这场选举为应文宣到挂砍棒，还有举行大型的造势晚会，拢爱开钱。民众党郭文田也讲，2020顺利总统大选有20万人小加捐款。2024有总统大选，听过说我们去跟财团募什么钱吗？没有啊。有这个人靠小额募款可以打总统大选了。我后来查过，都没有跟你讲我们的机密。我们捐款有20万人了。根据政治现金法，对同一个候选人当年捐赠总额个人袂使超过台票10万，公司是100万；对无共候选人捐赠个人袂使超过30万，公司行号是200万。监察院18嘛公布2024大选候选人的收支申报，在收入甲支出方面，上侪是赖清德甲萧美琴突破5亿，上少的是侯友宜甲赵少康，收入差不多2亿，支出1亿9000多万。郭文哲甲吴欣盈是政治现金核算剩上侪的候选人，有6000多万。我们不像蓝绿2大政党家大业大。所以，我们每一笔钱呢，都是花在刀口之上哦。结余款的部分呢，我们未来也会遵守监察院的规定哦，审慎使用。侯友宜市长政治现金1亿9千多万，那大部分是用在文宣相关，结余约600多万元。就我了解，侯友宜市长之前有规划捐给党中央为主。民进党回应，所有的政治现金拢依法申报，剩下的部分会用在公共甲公益使用。内政部是讲，已经依法登记为候选人的人，无论当选还是落选，所收的政治现金，若做有剩，会当伫申报日了后4年内，做支付当选了后，甲伊公务有关的费用，捐赠政治团体也是伊所属的政党使用。4年内若做无使用完，就应该办理缴库。记者综合报道。